馬竇福音第21章第1至11節，默西亞永進耶路撒冷。當佢哋臨近耶路撒冷，嚟到靠近橄欖山嘅貝特法格時，耶穌就打發2個門徒，對佢哋話：你哋往對面嘅村莊裏邊去，立時會睇見一匹拴住的母驢和跟他在一起的驢駒，解開，給我牽來。如果有人對你們說什麼，你們就說主要用他們，他就會立刻放他們來。呢個事發生係為應驗先知所講嘅。你哋應向熙雍女子講：看，你的君王來到你這裏，溫和的騎在一匹驢上，一匹母驢的小驢駒上。門徒就去照耶穌吩咐他們的作了，他們牽了母驢和驢駒來，把外衣搭在他們的身上，扶耶穌坐喺上邊。好多群眾將自己嘅外衣鋪喺路上，仲有啲人從樹上砍下樹枝來撒在路上。前行後隨嘅群眾喊話：何三納於達味之子，因上主之名而來的，當受讚頌。何三納於至高之天。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，全城轟動說：這人是誰？群眾話：呢個係加里肋亞納匝肋嘅先知耶穌。第12至17節，驅逐殿內嘅商人。耶穌進咗聖殿，把一切喺聖殿內嘅商人顧客趕出去，把錢莊嘅台同埋賣鴿子嘅凳推翻，向佢哋話：經上記載，我嘅殿宇應稱為祈禱之所，你們竟把它做成了賊窩。在聖殿內的瞎子和瘸子來到他跟前，佢都治好咗佢哋。司祭長及經師見了他所行的奇事，又聽見咗孩子們喺聖殿內喊話：何三納於達味之子，就大發憤怒，對耶穌說：你們聽見他們所說的嗎？耶穌對他們說：是的。你們從未讀過，你由嬰兒和吃奶者的口中備受讚美這句話嗎？於是便離開佢哋，走出城外，到伯達尼去，喺嗰度過夜。第18至22節，詛咒無花果樹。早晨，佢回城嘅時候餓了，見路旁有棵無花果樹，就走到跟前，但喺樹上除咗葉子外，什麼也沒找着，就對佢話：你永遠不再結果子啦。嗰無花果樹立即枯乾咗，門徒一見就驚異話：怎麼這無花果樹立即枯乾了呢？耶穌回答佢哋話：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你哋如果有信德，不疑惑，不但能夠對無花果樹做呢件事，即便你哋對呢座山話起嚟投到海中，亦必要實現。不論你哋在祈禱時懇求乜嘢，只要信就必獲得。第23至27節，耶穌權柄嘅由來。佢進咗聖殿，正教訓人時，司祭長和民間的長老來到他們跟前說：你憑乜嘢權柄作呢啲事？邊個俾咗你呢種權柄？耶穌回答話：我亦問你哋一句話，你哋若答覆我，我就話俾你哋知，我憑乜嘢權柄作呢啲事？約翰嘅洗禮係從邊度嚟嘅呢？係從天上嚟嘅，仲係從人嚟嘅？佢哋心中思量話：如果我哋講係從天上嚟嘅，佢必對我哋講：你哋點解唔信佢？如果我哋講係從人嚟嘅，我哋害怕民眾，因為眾人都以約翰為一位先知。佢哋便回答耶穌話：我哋唔知道。耶穌亦對佢哋話：我亦不告訴你們，我憑什麼權柄作這些事。第28至32節，兒子嘅比喻。你們以為怎樣？從前有一個人有2個仔，佢對第一個話：孩子，你今日到葡萄園裏去做嘢吧。佢回答話：主，我去。但佢卻冇去。佢對第二個亦都講咗同樣嘅話，第二個卻答應話：我唔願意。但後來悔悟過來，而又去咗。二人中哪一個
履行了父親的意願。佢哋話後一個。耶穌對佢哋話：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稅吏同娼妓要喺你哋以先進入天國，因為約翰來到你哋呢度履行咗正義，你哋仍不相信佢，稅吏同娼妓都相信咗。至於你哋見咗後仍不悔悟去相信佢。第33至46節，惡園戶嘅比喻。你哋再聽一個比喻吧。從前有一個家主培植咗一個葡萄園，周圍圍上籬笆，園內掘咗一個榨酒池，築咗一個守望台，將佢租俾園戶，就離開咗本國。快到收果子嘅時節，佢打發僕人到園戶嗰度去收果子。園戶攞住咗僕人，將一個鞭打咗，將一個殺咗，將另一個用石頭砸死咗。佢再打發一啲僕人去，人數比以前仲多，園戶亦都一樣對待咗佢哋。最後佢打發自己嘅仔到佢哋嗰度去，話佢哋會敬重我嘅仔。但園戶一睇見係兒子，就彼此話呢個係繼承人，來，我哋殺掉佢，我哋就能得到佢嘅產業。於是佢哋攞住佢，將佢推到園外殺咗。咁當葡萄園嘅主人來時，佢要點樣處置嗰啲園戶呢？佢哋回答話，要兇惡地消滅嗰啲兇惡嘅人，把葡萄園另租俾按時俾佢繳納出產嘅園戶。耶穌對佢哋話：匠人棄而不用嘅石頭，反而成咗屋角嘅基石。嗰係上主嘅所行所為，喺我哋眼中神妙莫測嘅呢一句經文，你哋冇讀過咩？為此，我對你哋話，天主嘅國必由你哋中奪去，而交俾結果子嘅外邦人。跌喺呢石頭上嘅，必被撞碎；呢石頭落喺邊個身上，必要把佢壓碎。司祭長同法利賽人聽了他的這些比喻，覺出佢係指住佢哋說嘅，就想逮住他，但害怕民眾，因為佢哋以耶穌為一位先知。